针对这个卖牛票的人，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是来初审通过《云山条例》第24之1条的这个修正条文，除了会罚这个原票价10倍到50倍以外，上济就要关3档。另外，针对这全面也是部分免费入场的，看票有几张，一张上济罚18000块。亚锦赛 B 组预赛7月中昼由泰国队巴基斯坦拜三下补无课小学生由老师带队来台北大巨蛋看球赛。舒服，宽敞。那这个票价是老师出吗？还是我们自己出？老师出手续费。囡仔因家己付200块入场，看甲真欢喜。不过因其实甲大多数入场的民众同款，更加想要看开幕战，因为有台湾队。如果有人用电脑去抢票，你根本抢不赢。然后没事还设那个什么认证码，你光打那4个字的认证码，还没打完，票没了。七次赛甲开幕赛门票一粒都卖完啊！台北市警察局查到至少67人伫网络用真悬的技巧伫卖票，安怎阻止黄牛票？行政院提《云山条例》24条之1的修正草案，比照文创法，以票面金额也是定价10倍到50倍罚款来处罚，应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也是并科新台票300万块以下罚金。不过，立委质疑像 HBL 决赛免费售票要安怎罚的？因为它票面是0乘以10到50还是0。这次立法院教文会初审通过，除了公开卖票比赛也是活动，也甲免费的比赛甲活动纳入，若查到就按票券张数，处每一张票券新台票18000块以下的罚款。总比没有制定规则去，比如说没有规范嘛，至少有一个吓阻的效用。罚太少了。有民众认为加减会使阻止，不过也有人感觉罚伤少啊，不如采取新名制。要求他们提早2个小时到现场，然后去排队验证，然后苦等2个小时，说实在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反弹，所以这部分目前我们是采取鼓励，但是我们不强制。审查草案时，有这位委员认为讲应该采取新名制，不过最后无列入。体育署讲未来鼓励辅导业者来采取新名制。记者综合报道。